仲有唔夠1個月咧，就係立法會選舉啦。本台有份贊助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嘅滾動民調，進入咧第2個星期。我哋會一連幾日總結各區中期走勢㗎。今日先由林妙欣講下超級區議會。超級區議會5個議席，總共咧有7張名單爭㗎。全港300幾萬選民喺直選之外啦，仲可以喺呢啲候選名單之中投多1票。經過第1個星期嘅滾動民調，頭2位好穩定㗎，連排名都冇轉過。排第1嘅咧就係工聯會嘅陳婉嫻啊。咁佢嘅支持度咧，由調查開始以嚟咧，一直都排喺榜首。最新嘅數字咧係去到19%㗎。如果我哋撇除嗰啲遊離票唔計啦，佢嘅實質支持度咧更加係去到25%添，暫時係最穩陣嘅一個。排第2嘅咧就係民主黨嘅何俊仁啦。咁佢嘅支持度咧一樣咧都係有2字頭㗎。上星期咧就爆出過啦，佢被指漏報利益嘅事啊，咁但係暫時對佢咧應該冇乜影響。至於第3同埋第4位咧，由8月初開始咧，一直咧都係民主黨嘅涂謹申就排第3，而民建聯嘅劉江華咧就排第4㗎。咁不過咧，到上星期5咧，形勢係一度逆轉過㗎。劉江華咧係超前咗涂謹申少少，到近2日咧，涂謹申咧又追翻，暫時2個人嘅支持度咧都係1成幾㗎。嗱，數到呢度咧，頭4個席位咧，泛民同埋建制派咧就各佔2席啊。咁去到最矚目嘅第5席啦，就將會係咧民協嘅馮檢基鬥民建聯嘅李慧瓊㗎。咁我哋睇睇佢哋過去1個星期嘅走勢。嗱，可以見到啦，2條線咧係非常之接近㗎。咁換言之咧，佢哋嘅支持度咧，每一日咧都係1-2個百分點嘅上落，完全都係喺誤差範圍之中㗎。咁而呢一場馮檢基同李慧瓊嘅對決啦，就將會決定係泛民定係建制派攞到第3席，咁所以會有好大嘅政治意義㗎。嗱，超級區議會咧嘅候選人咧，其實總共係有7個㗎，唔好數漏咗佢，就係白韻琴啦。咁其實佢喺支持度方面咧，過去嗰1個星期咧已經進帳咗少少㗎啦。咁但係同其他名單比起上嚟咧，就仍然有4-5個百分點嘅差距。而值得留意嘅咧，就係喺超級區議會啦，表明唔會投票，又或者唔會支持任何候選人嘅比例啦，係有6至到7個百分點咁高㗎，比起直選5區都高。呢一批咧，可能就係杯葛1人2票嘅選民啦。咁值得留意下咧，到最終超級區議會嘅投票率咧，係咪真係最低？白票廢票又係咪真係最多啦？咁而未決定投票意向嘅選民咧，就總共有1成8。